为了让学生了解相关食物教育议题，22号台南市产官学代表拢组织伫东区复兴国小，大家成为运动员宣誓行动，希望将友善生产、营养平衡、甲食在地、食当规等观念落实伫生活当中。家庭如果培养孩子一个健康饮食习惯，孩子喜欢喝含糖饮料，稍微给他控制一下，基本上他就吃的少一点的含糖饮料，对他的身体应该有更大的帮助，头也会更清醒。那另外当然很多的垃圾食物，一些油炸过多，这些其实都是不必要的。那但是日常生活中常见，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，给孩子从小去扎根。宣誓过后，4、5年级参与学生拢集结来参观，上项目预计将近600位师生甲职工共同参与，场面相当热闹。一天最多可以吃多少？很好，小朋友要记住哦，吃50而已哦。看到野外小动物，可不可以带回家？不行。漂亮。要爱惜食物，然后不要浪费，并且要少糖、少盐、少油，不要吃太咸，而且每天都要运动。可以了解那个食物对我们的好处啊。会中主办单位嘛准备这食材，要让师生家己包出创意的饭圆，好好享受友善环境所生产的好食物。透过我们这个食物的营养的均衡的调配呢，才能够吃出健康的身体，还有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活力。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宣导呢，让学生透过实际的操作体验，能够让他的生活上呢能够更加的落实。培养健康饮食的观念，甲友善环境的态度，嘛，让小朋友拢成为联合国永续发展的小尖兵。台南新闻，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。